已经迈入第17档的乐活昆戏院的活动，今年伫个四昆新龙山寺来举行。其中风味餐的料理邀请到总铺师，同时嘛是昆新里长陈金刚来讲读，以着在地农渔食材来入菜，融合了台南传统的板道文化，吸引真侪民众甲着在地乡亲共同来参与。今天晚上的风味餐由我们在地的陈金江里长担任中破塞，那席开了137桌。那本来这次活动呢，我们原本预定是100桌，由寺庙每桌补助1200，所以只要3800就可以订到。那因为民众非常的热烈哈，所以我们已经增加到137桌。我们主要用我们在地的鹅啊哈，然后做了很多特色的一个料理。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用虾子啊，或者是说用在地的比较新鲜的鱼去蒸，然后用古早味的用布剂把原味把它呈现出来。今年的特色吼，因为阮遮生产是迄个蚵啊吼，蚵啊迄个甲你讲的冷盘的部分，阮就是有伫阮遮的迄个飞机啊，甲迄个虾做吼，虾啊落做虾做安尼。啊，你像今年含以往无共的，阮的特色就是阮的特产蚵啊吼，啊落做燕丝蚵，下暗就做一道迄个燕丝蚵安尼。哦，这就是含以往人咧做大菜的较无共，就是拢迄个纯粹地方的食材啊，古早味安尼。现场包括市长黄伟哲、副市长江林煌，以及立委陈廷辉、林俊宪，甲着侪位的民意代表拢共同出席，甲着现场的民众同齐共享佳肴，感受滨海部落厚厚的人情味，甲着文化的底蕴。今仔日用这个风味餐，知影咱昆士湾这边遮，不管是海产，不管是山珍海味，足好的，啊，搁加拢。金刚啊，里长做的吼，安尼好食爱找伊哦，安就对了吼。所以然后重点啊，对金刚有交代，就是讲好食啊，无食煞的，包顿味安尼就表示讲对于金刚的肯定南区公所表示，今年的风味餐料理总共是开133道，区公所嘛感谢四昆新龙山寺赞助每道1200块，互参加的民众会用以优惠的价少3800块。等下享受价值5000块的风味料理，现场还佫有乐团的演奏表演，互民众会用一边品尝料理，一边欣赏节目，度过一个欢乐的美食飨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